捧着一碗茶，袅袅蒸汽温暖手掌心。林秀凤泡着她最拿手的客家传统酸甘茶，说出她另一个美丽的名字。这个在我们客家庄早期叫做烟囱上的果实，这么美的名字，是我们台湾客家人的宝。红绳包捆的酸甘茶，用一整颗柑橘或柚子做成，制作工序繁复，费时耗工。从开始到完成，得经过整整5年才能上市。开个口把肉挖出来，再加上茶叶，再加上佛手柑、甘草，搅拌塞回去，久蒸久晒。5年之后，它才可以开始喝。那就每年做，每年存放，每年做，每年存放。得来不易的酸甘茶，在早年农村生活是预防感冒的妙方。那时的奉茶文化更让人怀念不已。老人家就会每天早上就会挑一担茶到茶亭里奉茶。素昧平生，却有浓浓的人情味。台湾茶文化是老一辈留下的珍宝。品味茶香，细腻芬芳中有先人圆融的智慧。闻起来很香，客家话要怎么说？可不可以教大家？披起来动香，披起来动香，披起来动香，披起来动香。